学语能力初级认证，口语测验，口语表达。参考答案：示范声录音。61。条讲样，我想要买一粒西瓜，请问一西瓜样会买？已经要几多钱？62。阿姨呢？颜面好有翻衫，我爱同天数染体，也是来自家用卫生纸出体。63。我要去便利商店买冷搭、饮料、面包，还有2钱、养印、纳税费、电费、瓦斯费、天花费，买火车票、高铁车票、廉价币、大载股，有时你要去各位加便数。64。我要承认，还有同先生费失礼，讲我唔是故意嘅，是唔拄好老毕嘅大难题嘅。认真做唔错事情，就要勇敢承认，勇敢去承担，讲实话，比做唔啲嘅较好。65。先生，失礼，我早晨无辅导巴士，故所较晚来到学校。先生，失礼，早晨我老闹钟欠贴，故所慢行较晚到学校。66。老妹啊，看牙科唔好戴眼镜啦，先生同检查牙齿，要慢慢的来。我去陪先生看啦，希望蛀牙会很较痛哦。67。我会用洗澡嘅异味皮分门呢，用布门灯作门呢，点门香，先门水来供门呢。68。我间房是长形嘅，有2只窗门，还有1只小阳台。间房都有书桌嘅、3处嘅、电脑、电视。69。我请中医工人，认真工人做得漂亮，作新衫裤，作新鞋。我请中医母亲节、父亲节、半夜班，认真规家人做得乡下吃饭，打载鼓。70。我请养羊毛虫，认真羊毛虫毛浓浓的，寒色的时节，这本羊毛虫研究，规技术缝缝种种。我请养砂锅，认真迄本砂锅熬到可能会死脱。71。我最好嘅好朋友是阿贤呢，佢生到强强，身体当好，当为同人听书，当有学问，当有上进心，是当值得爱学习嘅对象。72。我请中意嘅花是玫瑰花，认真家嘅圣木当奖，健康心情也好。我请中意嘅花是油桐花，油桐花啲树蛋糕跌下来，像落雪一样嘅。73。了日我好出去了，比如讲看电影、按街、打球嘅，本自家轻松一下。了日我好到屋企休息，认真过礼拜嘅上班，故所变了日。我乜嘅超唔想做，
但枪想要到屋卡睡梦。74，我同我好朋友接上乡下参加客家法通、食酒、昂街、啉咖啡、打嘴鼓、客山的、打球的。75，我请教伊江西炒太仓，认真选上嘅米线当茶饭。我请教伊麻油炒鸡酒，认真有阿妹嘅米线。我请教伊芹菜炒豆腐皮，认真我当好芹菜嘅香味。同豆腐皮乡下炒，含卡港米。我请教伊四神汤，认真牛牛嘅四神汤。还有福州嘅米线，清香颜色。我清想爱去客家文化园区，认真我唔是去过，听讲嗰边有当多展览好看。我清想爱去台东了，认真嗰片有长长嘅海，强烈嘅沙滩，故少。我想爱去台东了。77，阿妹，失礼啦，唔家下吩咐我爱买乜嘅东西啊？我行到市场，真唔记得咧。做得请再讲解一道么？78，我当好食猪头腐，虽然比起来粗粗。唔过食起来米线当枕头，我唔好食猪头腐，认真皮起来粗粗，皮到就唔想食咯。79，我会先同伊讲，大家系同学，要好好相处，唔好欺负我。假使佢系再欺负我就同先生讲，请先生处理。80，阿爸，我想要啉珍珠奶茶。下班嘅时间有限么？请买一杯转来帮我食。阿爸，拜托，按子些。81，我最好食嘅系客家鹹血鹽嘅，認真白香嘅蝦米、香菇。同血鹽嘅鄉下煮來食，食起來嘅米線色彩當好。82，我會當日為機會食東西，還有帶佢去煮預防沙，當日臨暗暝帶佢去散步，同佢洗身，照顧佢到老。83，老太，看到有建築，愛帶嘴lap嘅，就唔會踩到別人。後冷水噴到別人，咪當失禮，愛談花，帶嘴lap嘅哦。84，我印象深深嘅學校先生，喺小學時節嘅一位小妹先生，佢當當會打學生嘅，還會拿學生嘅木豬皮。陳先生係我印象深深嘅學校先生，學生嘅係有唔曉得嘅素材，佢見擺就當有耐心，搞到學生嘅了解為止。85，我會當一位藝術治療，天氣溫強烈嘅水。檢查有正常打空氣冇，隨時注意唔會發痛嘅情形。86，我會同佢講，亂抌垃圾係唔好嘅，再將佢老垃圾撿起來。87，
阿爸，我嘅作业又较多条诶，还有当多忙下头，做得下礼拜再去录音么？拜托啦。88，记得有一摆去昂街，我无注意到店尾嘅玻璃门，一头冲到，砰一声，條咁樣嚇一下，夾夾過來同我飛這裡，想到實在當見笑。89，我要點點的行到家順巷，細聲同佢講：喂，nhà sản phụ lãnh ra空，在拿東西本佢帶單。90，天天嘅時間，我會點蠟燭，我會睡幕休息，我會出去弄杯行行啊，我會打電話去電力公司問愛停結叫誒。91，我會拿水本佢食，拿東西本佢食，攞佢洗身，帶佢去本廚藝看。92，我親好嘅運動係游水、爬山、行路、打籃球、打野球、打排球、打乒乓球、打羽毛球、騎自行車。認真運動對身體當好，還做得老同學朋友共下交。93，我最後過嘅節係過年、春節、正月班、半月班、父親節、母親節、教師節、聖誕節、萬聖節、冬節。94，阿妹也係我同學阿麗，佢係我班長，佢特別考試都考第一名。對同學當好，對班上嘅事情也當熱心，佢喺度學校後背聽聽。95，阿公，我係阿忠，按叫好麼？冇喊乜嘅啦。天時暗夜，我記得多飲滾水哦，身體又較好麼？當然我記得食藥嘅哦。阿公。我有閒就會轉去看啦。